南韓政府今年6月宣布推出5760億美金，好代表18條外半導體基金。一個國家半導體產業園區，其中一個基地是佇咧西南部光州的空軍基地。南韓的總統李在明當時表示講，希望國防部會當佇咧2028年中之前，甲空軍基地刷走。南韓表國家資料推動晶片甲半導體等等的高科技園區，6月就宣布這項總價值超過5760億美金的計劃，其中一個國家半導體產業園區就選在西南部光州市的一位空軍基地。 광주 군공항 부지를 반도체 클러스터로 지정하기로 했습니다. 그리고 국방부는 28년 중순까지 광주 기지 기능을 다른 군공항으로 임시 배치해서 광주 군공항 부지가 반도체 산업단지로 조기에 활용될 수 있도록 조치해주면 좋겠습니다. 根據韓國宣傳部報道，南韓總統李在明早在青瓦台會議頂頭呼籲，政府各部門要拼速度，要和台積電在日本成本起晶片工廠並進。蘇東市為開工到完工，敢若開22個月。 這個佔830萬公尺四方的光州空軍基地，因為交通利便、土地平坦，基礎建設嘛在頂個月就着選。不過，這是韓美5個共用作戰基地之一，任何清算的計劃攏要和美軍協調。另外，光州空軍基地閣和民用機場走共一個跑道，當地嘛要在10月為這個計劃舉行電風公投。 그리고 임시 배치 이전이라도 군공항 인근의 부지에 산단이 조기 착공할 수 있도록 최선을 다해주기 바랍니다. 물론 전력 용수 공급 계획도 차질 없이 준비해야 됩니다. 南韓掠外 AI 算力需求大增加，各國政府甲企業嘛隨的分化資料中心。回答車站宣布，已經和貝萊德、高盛等等6間大型金融機構合作，會推出運算用資平台，為 AI 基礎建設摳超過5000億美金的第三方資金。回答執行長黃良勳表示，這個平台會提供客戶一個成人的利率，加一個大規模的專用資金池。公司新聞王如梅編譯。